好，有冇交錯？大家好，石生繼續同大家觀察一下北京發生咗乜嘢。最近北京啲氣氛咧明顯有啲唔對路嘅。軍中咧就係高層俾人拉啦，全部勢力其實大家都喺度觀望。省部級嘅官員咧就密集嘅落馬嘅。但係另外一方面，經濟數據咧又持續越嚟越唔好政局睇起嚟表面比較平靜，但實際上邊咧，成個中共嘅權力核心而家係進入一個極度敏感嘅階段。張又俠呢個事件未結束嘅反而而家正喺度向更深層嘅一個政治對抗咧係演變。21大。2027年嘅21大中共人事要而家就開始要提前要部署啦，也要卡位叫做軍權同埋黨權，其實而家重新要開始分配。石泰峰呢個人物好關鍵佢因為佢掌握中組部嘅人事呢啲因素交織喺一齊咧，北京可能而家係一個好關鍵嘅臨界點嘅。過去大家我哋將呢個焦點擺喺張又俠、劉振立係咪？當然，如果你只係睇住軍隊咧，其實你睇唔清楚全局嘅。而家真正喺度發生嘅最重要嘅嘢係黨政系統人事系統、軍權結構三條線同時喺度震動，所以所有呢一切咧，其實嗰個核心係指向2027年嘅可能係10月份嘅中共21大，因為到嗰個時間，習近平會唔會繼續連任？習近平下邊嗰啲即係親信會點樣？如果習近平連任，咁樣就冇問題啦。如果佢唔連任，佢下邊呢啲大佬好似蔡奇丁薛祥黃小紅呢一批人，點算呢？因為如果係另外一啲人上台，呢一批人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嘅喎，有好大問題嘅。所以而家個個省我哋睇一把手嗰個卡位戰，其實已經提前已經部署啦。你知道而家中組部最重要，因為中組部重要呢，因為21大2027年大概係10月份要開，咁而家就要部署乜嘢呢？每個省嘅省委書記，每個省嘅呢個組織部長即係佢要安排乜嘢呢？由今年嘅兩會之後就要安排最重要嘅21大嘅黨代表，一共咧2500幾人嘅。呢2500幾人開21大就選一個200幾人嘅黨中央，即係中央委員啦。呢啲中央委員先至可以選出嚟嗰個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咧，當然再選埋呢個常委啦。所以如果你要安排一啲人上位，你就要而家開始啦，因為21大嘅黨代表就最重要啦。如果你唔係黨代表，你就做唔到中央委員啦。做唔到中央委員，當然就政治局嗰啲就唔使講啦。所以我哋未來一段時間，每一個省一把手、二把手保衛就好重要啦。因為點解啊？因為係佢哋去決定，佢哋去部署21大嘅黨代表，係嘛？所以呢個唔可以臨時嘅，你唔可以話開21大之前半年9個月之前你先至去，過咗啦，已經黨代表已經過咗，黨代表嘅決定應該係今年10月份就已經決定。所以而家就開始啦，佢邊個控制咗中組部，等於邊個控制未來嘅權力。所以中組部嘅而家部長石泰峰就變成好關鍵嘅人物。石泰峰係咩人呢？佢係黨校出身嘅，即係中央黨校。
胡錦濤嗰時佢就喺黨校裏邊做教授啦，做埋呢個副校長。咁啊，習近平嗰時咧，佢都做副校長嘅，所以佢同胡錦濤關係好好，同呢個習近平關係都好好，而且佢同曾慶紅都好好關係，因為曾慶紅曾經有一段時間都係中央黨校嘅校長嚟嘅，所以佢同唔同嘅派系都有個差唔多嘅距離，係嘛？佢又唔係純粹嘅咩習近平派系啦，佢又唔係純粹嘅團派啦，佢當然都唔係純粹嘅江派啦，所以呢一種咧就變成等距離，大家就妥協就，所以你知道舊年啊突然間換呢個石泰峰，換咗呢個李幹傑啊，李幹傑就係好明顯係習派嘅人啦，就將佢換成個派都可以接受嘅石泰峰。所以佢石泰峰呢一種咁嘅角色啊，喺而家北京嘅呢個官場裏邊咧係好少有嘅，因為佢嘅每一個距離都差唔多啊，所以關係就好重要。21大人事方向啊，呢個等於係呢個石泰峰啊上任本身。其實你就可以聞到一個方向性嘅嘢，呢樣嘢係咩呢？就係以前咧係習近平一個人説了算啊嘛，即係定於一尊啊嘛，係咪？但係由石泰峰一上去換咗李幹傑咧，其實明顯就係集體制衡啊，因為要大家都承認呢個人。係嘛？所以呢個方向其實係好明顯嘅啊！但係咧，張又俠呢個事件啊，其實打破咗以前嘅默契，呢樣嘢就好重要。以前高層啊，中共高層咧做呢個政治鬥爭啊，佢有個底線嘅。鄧小平之後，呢個底線係乜嘢咧？就係鬥爭可以有，但係你唔會喐一個高層嘅，即係繞過嗰個程序，直至去喐副國級以上嘅人，一定要經過中央或者係政治局啊，大家要開會要討論先至得嘅，唔可以一個人你一拍板捉佢啊，兄弟喐佢咁樣就即刻就上嘅，即係唔可以咁樣做，因為鄧小平啊、陳雲啊嗰一批人就整咗一個集體領導啊嘛。所以而家等於係咩咧？突破咗呢一條線。一旦呢一條線突破咗，佢就唔係一個資源分配嘅問題，都唔係一個利益嘅分贓嘅問題，就變成咧黨內啲高層呢個中高層，每一個人都有安全問題。你唔知道邊個一拍板捉喐佢兄弟，咁你就死啦，係嘛？即係你啊，個個人都驚呢樣嘢嘅，所以而家就係即係傳統嘅體制派同習近平嘅定於一尊嘅一尊派，集體派一尊派而家就棘住喺度，邊個都喐唔到啊！所以我哋睇到啊，習近平喐咗張又俠之後，佢都冇開始一個大清洗。我哋都冇睇到咩團派啊，或者係咩江派全面上位，係即係睇起嚟係雙方都喺度拖嚇，而家應該喺度傾緊妥協，大家都喺度試探，軍方又冇一邊倒嘅效忠表態啦，係咪？呢歷史上面好少見嘅，咁啊，即係話習近平其實係冇掌握軍權，完全掌握軍權係冇嘅。嗱，最新嘅消息啊，呢個新華社有兩條消息，第一條係習近平帶領呢個政治局常委咧，就看望老同志，即係看望元老啦。當然即係元老，即係嗰啲人啊，即係大家好咁樣係咪？呢個咧，即係當然即係俾所有人一個印象，我同元老們同呢個集體派呢啲大嘅元老咧，係仲喺度保持好嘅關係。因為元老可能冇權力，
但係當你內部分裂嗰時咧，呢啲元老係有表態嘅權力嘅。另外一條新聞咧就係張星文，張星文啊就話有消息啊，解放軍係一個要保持穩定。你睇佢嘅報導，解放軍保持咩穩定？解放軍有咩唔穩定咧？係咪？即係佢係咧好明顯，佢就需要軍隊冇喐啊！你哋千祈冇喐，係嘛？所以呢啲嘢咧就睇起嚟，我嘅感覺就係好明顯，大家就棘住喺度嘅。咁當然啦，我哋其實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反腐敗嗰個節奏咧，突然間係加速嘅。今年1月，中共方面講1月打咗10虎，2月份又加咗4個，咁14個咯，係咪？呢個速度啊，超過過去好多年。所謂虎啊，即係副部級以上嘅人啊，呢個官員，好關鍵嘅係落馬嗰啲人咧，好多都係退休，接近退休嘅人，已經入咗人大啊政協嘅。以前共產黨裏邊講，退到人大政協咧，係等於係咩安全着陸，即係已經安全咗嘅。但係呢個規則好明顯打破咗啦。而家全部嘅制度體制翻舊座舊帳啊，好似香港咁樣啊，國安法之前嘅嘢都要攞出嚟講嘅，有參考價值。你以前做乜嘢，我全部都要翻你嘅舊帳，倒查20年。做乜嘢呢？係清洗呢個後邊嘅利益鏈條啊！你清我嘅人，對唔住，我都要清你嘅人，係嘛？你嗰個人而家喺台上邊，佢之前嘅後台嘅後台嘅呢個群體全部清。一清之後咧，當然掌握好多材料啦。呢一種反腐敗，當然唔係反腐敗啦，係一個政治利益嘅再分配，係非常之有意思嘅。嗱，中紀委嘅最新嘅一個新聞都係講，我哋要加快反腐嘅步伐，但係佢嘅嗰個表態係非常之有意思嘅。佢嘅文章講1月打10虎啊，10個老虎啊。佢講係中紀委今年1月打咗十個老虎，再加上張又俠、劉振立，中國已經打咗12個老虎啦。即係咩意思呢？中紀委而家表態，嗰10個老虎係我安排嘅，我嚟調查。再加上對唔住，再加上張又俠、劉振立呢兩條友唔係我搞嘅，係咪？呢兩個人咧唔關我事。中紀委睇起嚟係表功，但係實際上邊咧係一個表態。表態嘅意思即係對唔住呢個張又俠、劉振立。唔關我事，唔關中紀委事，呢個就係李希好犀利啊！呢樣嘢好犀利，唔關我事，本身應該關佢事嘅，因為軍紀委雖然係軍隊管，但係軍紀委要係中紀委嘅一個分支，所以你以前從嚟都唔係話我再加上係咪？冇得加嘅，全部都係你嘅責任。當然佢嘅意思即係話呢兩個人落台唔關中紀委事，要表態表得好明白。而家咧，當然點解我哋講翻呢一度咧？你就睇而家呢個21大之前咧，你知道所有嘅中央委員啊、人大代表啊、地方一把手啊，好多人都要進入一個選舉或者要換人嘅呢個階段。邊個留低邊個換咗佢，等於係21大嘅權力版圖嘅一個草圖，全部而家要畫晒出嚟嘅。
所以而家當然反腐敗就係最好嘅工具啦，又最激烈嘅工具啊！我過去睇呢個以前之前幾日啊，習近平咧就每一年啊都去過年過春節之前咧都去慰問部隊啊！呢個係佢嘅好儀式化嘅一個統帥巡營啊，係咪？即係呢個最高統帥嘅巡營係咪？表示呢個軍隊係我嘅，所以每一次佢都親自到第一線睇咩崗位啊，摸下人哋啲武器啊，進入人哋嗰啲作戰嘅嗰個指揮室啊，所以佢就將我係最高領導人，我係要擺喺最前線。過去係咁樣做嘅，但今年就完全唔同啦。佢就係今年冇去任何嘅部隊嘅，只係喺北京8·1大樓坐喺度，用視頻連線9個單位，9個單位都好有意思嘅，火箭軍、航天部門、網絡空間啊、信息資源部隊、海軍、空軍啊，當然有陸軍。所有呢啲，你睇下每一個單位，我都睇咗一個地方嘅，即係一個全部一個都唔可以漏。但問題人哋問佢啊，因為之前咧你都去唔同嘅地方啊，你起碼去到北京嘅下邊嘅部隊去嗰度睇嘅。咁今年點解唔去呢？如果只係工作匯報啊，幾時都可以視頻啦，係咪？真正嘅原因好有可能係安全問題不確定。因為張又俠呢一班人咧喺軍中咧威望極高嘅，跟住門生啊，即係佢下邊提拔嘅人咧，每一個軍種都有，所有嘅戰區、所有嘅兵種都冇公開表態啊，支持對呢個張又俠處理呢一種情況啊。你知道你嘅最高統帥去邊度地方，你驚唔驚呢？因為你可能都存在好大風險嘅。官方嘅報道咧都非常之有意思，解放軍報就話呢個習近平講嘅一句好關鍵：軍隊在反腐敗中經受革命性嘅鍛造。哇！呢一句説話係非常之以前未見過，等於咧即係習近平親自將張又俠呢個事件咧嗰個性質由政治問題再次降為反腐敗嘅問題啊！以前嚴重5個嚴重啊嘛，嚴重嘅政治定性就唔好講啦。啊，以前講咩張國燾嗰個路線嘅問題啊，又唔講啦。而家翻去反腐敗呢個問題啊，呢個係最安全嘅。當然就反映咗佢哋嘅比較矛盾嘅一種心境啊！因為中共最大嘅對手從嚟都唔係外部，唔係外邊嘅敵人嘅，一定係制度入邊嘅。其實呢個所有嘅個人專制嘅呢一種嘅政治結構啊，一定係咁樣嘅。所以皇帝古代皇帝最危險嘅人一定唔係民間嗰啲咩起義嗰啲，最大嘅問題係邊個？係自己兄弟，包括咩？自己嘅仔、自己嘅女、自己兄弟。所以中國殺得最犀利嘅係皇帝佢屋企，即係一個皇帝咁自己兄弟啊，或者老皇帝死咗之後，下邊兄弟就打生打死，係咪？一旦佢上咗位之後，殺晒其他兄弟，呢個好常見嘅一個現象啦，係咪？所以呢個人啊，而家中共又唔同，而家你嘅個人集權，因為你唔係皇帝啊嘛，你又唔係你老豆係傳俾你嘅，係咪？所以到鄧小平之後咧，變成寡頭政治，即係權貴一群人嚟決定呢個最高權力。咁你而家變成你個人嘅，咁本身啊，佢就有個結構性嘅衝突嘅，係咪？所以反腐敗又好，軍改又好，集權又好啊。佢削弱咗而過去幾十年建立嘅呢個權力嘅結構，變成
所有嘅呢個高層嘅權貴，即係呢個寡頭政治呢一班人，佢嘅安全感係持續係下降。所以佢個人嘅生命安全都冇講政治安全，生命安全、財產安全全部都不再確定嗰時啊，佢一定會開始反抗。其實張又俠同習近平之間嘅呢個矛盾、呢個問題，正係呢一種矛盾嘅爆發。所以而家最大嘅問題唔係事件啊，係咪已經告一段落啊？其實係已經好難善後。就算你想交人，即係交人係咩意思呢？而家太子黨、紅二代已經集結咗啦，開始要習近平你交出人啦。張又俠發生咩事，你要交俾軍紀委或者交俾中紀委去處理，唔係呢個你嘅書記處揾一啲唔知邊度嚟嘅一個咩機構就扣咗嗰個人喺度。所以你一定要循住呢個程序，你將人交出嚟，大家一齊睇，三思會審就大家一齊睇究竟佢有咩問題。問題係而家你交人，你都可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因為高層之間信任已經破晒。你就算你有承諾，我都唔一定相信你嘅，係咪？所以呢個就係點解北京嘅局勢呢，而家係棘住咗，係一個進又唔係，退又唔係，左又唔係，右又唔係嘅一個狀態。習近平其實已經冇嗰種能力全面搞掂最高層其他嘅派系當然都唔敢直接去做一啲咩政變啊、咩軍權啊搶啊，即全部人都喺度等談判妥協嘅結果。而家流傳出嚟2個月到3個月，大家而家喺度傾緊但係呢一種嘢可以傾幾耐呢？大家都係手握住把刀，跟住喺度傾，唔知道邊個一個動作咧，對方就開始開片啦，係咪？我哋睇兩會啊，係一個表面嘅一個節點，真正嘅決定權當然喺政治局就喺常委會，因為兩會咧就3月5號應該開嘅嘛。今年最關鍵嘅時間點係2月份嘅政治局會同埋可能下半年，我諗6、7月份、7、8月份要開嘅5中全會呢兩個層級要形成乜嘢決議決定乜嘢人事同埋嗰啲未來嘅呢個結構最高權力嘅安排，你就可以睇定大概會發生乜嘢事嘅。佢拖到嗰個時間，如果仲未有共識嘅話呢，中共好有可能所有嘅分裂就會公開化。同時你知道而家中國唔單止面對呢個問題嘅，佢同時有好多其他嘅問題。一個咧係經濟問題一個咧係地緣政治嘅壓力嘅大問題你知道經濟問題 GDP 你講係5%但係個個人都知係衰嘅。財政收入下降，地方債壓力上升，房地產就當然大家知道跌到一塌糊塗啦，就業好難呢個失業好高，呢個係全部都係好真實嘅一個壓力。如果經濟穩唔到，你冇話你哋點樣分權啊，成個政權呢一隻大船可能都要出問題。佢當然兩會唔一定係一個例行嘅會今年嘅兩會最主要就要睇點樣釋放呢個穩定市場嘅呢個信號。但係所有呢啲信號其實後邊都係唔同派系嘅一啲政治動作嚟嘅，所以呢個係有嘢睇嘅。
所以而家局勢唔係單一事件，係三條線啊，內部權鬥、經濟下行、外部壓力係咪？佢哋係疊加係咪一齊嘅？就交叉疊加。所以石泰峰中組部係呢個僵局嘅最重要嘅呢個關鍵嘅節點啊！任是如果突然間發生一啲奇怪嘅嘢，咁意味住有人開始部署係咪？如果持續棘住喺度，咁啊講明咧談判可能要繼續啊！最深嘅傳說，黃小紅要退公安部部長啊！一退公安部部長咧，就要退埋國務委員。黃小紅咧係習近平嘅兩個最重要嘅呢個人，一個係蔡奇，一個黃小紅。如果退咗一個，等於係咩？成截斷呢個手腳啊，係咪？所以北京嘅權力嘅播益，其實已經唔係一個普通我哋以前講過一種派系之爭，而係制度安全、軍權控制以及最高權力模式之間嘅結構性嘅衝突。呢個係比以前都係要更加激烈、更加嘅呢個不可測。個結果咧，當然可能係更加嘅驚人。所以呢個鬥爭啊，唔會好快結束啊，應該係進入咗一個階段啊，好似美國佬講嘅係咪？呢個係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共產黨結束嘅啱啱開始。所以北京局勢啊，表面平靜啊，更加深層嘅對抗咧，而家係越嚟越明顯嘅。張又俠呢個事件未完嘅，軍權啊、人事啊、經濟壓力啊、外邊嘅環境嘅呢個壓力同時逼近。而家中共嘅最核心嘅權力，而家係好高度緊張，隨時可能出問題。啲習近平可唔可以重新掌握軍隊啊？石泰峰呢個人點樣企位啊？21大人事佈局啊，要提前到幾耐開始開戰啊？呢啲問題啊，全部都要決定未來幾年嘅政治方向啊。所以而家當然接落嚟嘅咧，就係政治局會同埋五中全會啦。呢個係可能係關鍵嘅轉折點啊。北京嘅一舉一動唔單止影響中共嘅內部，都要影響埋全部呢個中國周邊啊，包括咩台灣啊、日本啊，甚至會牽動呢個成個全世界嘅局勢。好，赤馬紅楊節會發生乜嘢呢？同大家一齊睇落去，好嗎？多謝大家，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